第一季啦，我啱啱睇完第一季，我現在是剛剛看完第一季，然後我就覺得真的是蠻不錯的。他最後那個叫他就轉成這個死靈法師嘛，他轉成那個蠻帥的。因為咧，我平時咧都有即係玩開嗰啲 RPG，所以我一路睇咧，一路都估到嘅，其實好多都即係估到佢啲劇情係點樣，都幾多回憶咯。即係細個嗰陣時玩 RPG 咧，嗰啲回憶翻晒嚟。吃瓜看新年 ，thank you 多謝，哇 thank you。未睇可唔可以？嗰啲好快睇嘅講解 ，OK， 我都有睇少少特殊線嗰啲講解。未得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？佢就係咧有個男仔啦，其實我講完你唔使睇㗎啦。有來寶寶 ，thank you， 我只一班，thank you。佢就係我覺得就係呢個，佢首先係佢係韓國背景嘅，佢係韓國背景啦，他是韓國背景嘅。然後呢個男主咧本身係一個廢柴嚟嘅，本身男主係一個超廢。佢就話而家呢個世界咧就有啲魔物啊，即係無啦啦有啲傳送門啊，即係突然間有啲傳送門咧會出現喺現實世界。咁嗰啲魔物咧，即係例如嗰啲咩哥布林啊，嗰啲咩狼人啊，嗰啲即係總之嗰啲怪咧，嗰啲蟲啊嗰啲啦，就會走出嚟現實世界，咁會整死即係危害到現實世界嘅人嘅生命啊嘛。所以咧就有啲人咧就覺醒咗一啲嘅能力。Thank you， 小雅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so much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跟住咧就咁就有啲人咧就覺醒咗啦，就有特別嘅力量啦，咁就統稱為一個獵人。咁獵人咧係分呢個 A、B、C、D、E 咁樣嘅，即係分等級嘅。咁 S 級一定係最勁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 E 級就最撚渣嘅。咁咧咁嗰啲傳送門咧就係傳去邊嘅咧？就係傳去嗰啲 dungeon 啊，即係嗰啲地下城啊，即係嗰啲打怪嗰啲啊，即係嗰啲你當係啲怪物嘅巢穴咁咯。咁佢有分嘅，即係佢嗰啲傳送門有分唔同階級嘅，即係都係S、A、B、C、D、E 咁樣啦。咁咧你係咩級嘅人咧？你就要去翻邊一級嗰度嘅 dungeon 入邊就去搞掂嗰個 boss 咯。即係如果你懟死咗個 dungeon 入邊嘅大佬咧，咁咧就會佢嗰個傳送門就會唔見咗啦。即係你就可以保護咗你嘅現實世界嘅人咁樣咯。咁呢個男主角咧就係呢個其中一個獵人，但係佢係被譽為史上最垃圾。佢係 E 級獵人，但係佢係比 E 級更加廢嘅其實。Thank you， 感謝 ，Thank you，哇！多謝大家，感謝大家 ，Thank you， 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， 哇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so much，Thank you， 哇 ，Thank you， 多謝感謝各位。感謝大家幫我衝這個切，好多謝大家，請受我一拜。然後咧佢就俾人話好廢咁樣咯，即係佢打嗰啲垃圾哥布林咧都係可以入院嘅咁樣咯，真係好廢啊！真係俾人笑嘅，俾人話咩全人類最弱嘅兵器咁樣咯，即係其實同普通人冇乜分別，其實同普通人冇分別，但係佢偏偏佢又俾人，即係佢俾人，即係你會
佢啲魔力咧又高過普通人喎，但係咧即係淨係高普通人少少咁樣咯。咁佢就係要去嗰啲 dungeon 嗰度打怪，但係佢又渣咁樣，咁佢就可能就要組隊咁樣。咁佢嗰啲魔力咧就其實理論上咧，你一出世你就定咗你係咩級，理論上你係唔會無啦啦有得升級嘅。就理論上就你一出生你就定了你到底是你到底是多厲害或是多爛。即係你一出世你係 A 級你就係 A 級，你一出世你係 E 級你就係 E 級，你唔可以話啊我可唔可以練功然後練勁啲啊，係唔得嘅。所以咧好慘啊！咁佢就一直俾人咩啦？咁佢有一次咧就同啲人組隊啦，跟住咁佢嘅工作咪就係嗰啲搬抬嗰啲咯。即係如果你細個有玩過啲 RPG game 咧，即係有啲人咧係專係做嗰啲幫人執嘢啊，幫人拉怪啊，即係嗰啲唔係主力，即係幫手喺度執頭執尾嗰啲後勤啦，即係啦啲工具人咁樣咯。咁佢就係做呢啲啦，因為佢零戰力啊嘛，所以就唯有要做呢啲啦。然之後咧，咁佢就做，有一次咧就去咗一個好似係咪咩 D 級 dungeon 啊，好似係啲得廢嘅定咩 E 級 dungeon 啊，真係好垃圾級 dungeon。然後咧打完隻王之後咧就發現，咦，做乜個傳送門冇消失嘅？即係冇將我哋 TP 翻去現實世界嘅，點解啊？然之後咧，佢哋就發現喎，原來有條秘道嘅，咁唔通仲有另外嘅隱藏 boss 咁樣？咁佢哋嗰扎人咧就我唔記得咗幾多個啦，咁你當可能有8個咁樣啦。跟住佢哋嗰扎人就諗啦，啊究竟我哋要唔要去打呢個隱藏 boss 咧？但係因為咧，即係你打完有獎勵噶嘛，你獎勵可以賺錢噶嘛，即係嗰啲